我想問下有冇硼砂啊？要幾盒？一盒啫嘛。我個竹蟻啊，竹蟻。哦，你叻喎你。係咪？人哋講俾我聽。你玩過未啊？玩過。竹蟻喎。竹蟻攞個白糖啊，撈埋佢啊。哦，得㗎。得。哦，咁我玩下先。啊，攞白糖我撈。好，唔該。大家好，我係力高，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話說前排去探阿婆，發覺佢屋企好多蟻，於是今日的起心肝，諗住去中藥房買盒硼砂，跟住上阿婆度請把脈食糖水。點知個老細俾咗盒硼酸粉我，既然有呢個機會，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到底乜嘢係硼酸，同硼砂有咩分別呢？人類當初點樣發現嘅呢？除咗滅蟻之外，硼砂同硼酸喺日常生活中仲有啲咩隱藏神奇功效呢？想知嘅話，跟住落嚟呢幾分鐘就聽清楚啦。首先，我哋了解下乜嘢叫做硼酸。簡單啲講，硼酸就係去咗蠟嘅硼砂。點解要咁做呢？咁我哋就要由人類點樣發現硼砂開始講起。就喺2000多年前，居住喺西藏高原同中亞鹽湖附近嘅游牧民族喺湖邊發現一層白色嘅晶體。呢啲晶體食落又苦又鹹，但係用嚟洗衫就發現呢啲晶體嘅去油污能力極強。另外，班游牧民族用鐵打造武器同馬具嗰陣，發現將呢啲白色晶體散落高溫金屬度，可以吸走表面氧化雜質，令到焊接位變得更加鞏固，打造出嚟嘅武器更加堅固耐用。當地人就稱佢為天劼，亦即係我哋所講嘅縫紗或者係硼砂。嚟到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無論係金屬之間嘅焊接、製造衣服、搪瓷同埋玻璃嘅工序，甚至係食物嘅防腐，統統都需要用到硼砂。由於供不應求，當時呢啲天然硼砂經由絲綢之路賣去歐洲，簡直同黃金一樣咁貴。話說當年冇大貨車嘅年代，美國人喺加州死亡谷沙漠發現巨大硼砂礦床，佢哋要用18隻驢仔加2隻馬組成傳奇嘅20驢隊，拉住幾十噸重，連車轆都要包住鐵皮嘅巨型木頭車，尾隨仲要拖住成1000加侖嘅食水，喺超過40度嘅沙漠足足行咗10日，先至將含有硼砂嘅礦石運出嚟。真係唔好講笑，當年呢啲硼砂仲受歡迎過有魔鬼濕財、識得拱橋同埋醫治馬嘅彭丹。咁到底呢啲硼砂礦石係點樣提煉成硼砂嘅呢？原理其實非常簡單，就係利用硼砂喺熱水極容易溶解嘅特性。工廠將採出嚟嘅礦石放入滾水度煲，硼砂就會溶喺水中，過濾晒啲沙泥雜質。等滾水慢慢冷卻，純正嘅硼砂晶體就會自動出現。脫水之後就會成為硼砂啦。其實喺日常生活中，硼砂有好多用途，例如對於家務清潔，硼砂簡直係萬能去污神器，好似屋企個廚房去水位有異味，或者對付抽油煙機嘅千年油漬，只要將少少硼砂加熱水，問題就即刻解決。甚至連牆角啲黑色霉菌，用佢抹一抹都可以抑菌防霉。另外，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你一定見過佢哋玩一種叫做史萊姆或者鬼口水嘅玩具。其實原材料只係需要2樣嘢，就係平時我哋喺文具鋪愛嚟剪貼用嘅透明膠水，加埋硼砂就已經做成。原因係硼砂嘅分子就好似鎖頭咁，將膠水嘅分子鎖埋一齊，產生交聯反應，原本流動嘅膠水就會瞬間變成又有彈性又軟綿綿嘅史萊姆啦。講咗咁耐都仲未解釋點解硼砂要變成硼酸，咁就要翻去1881年，當時生產出嚟嘅玻璃杯遇到熱水就會爆裂。有一位德國化學家奧托超特發現喺製作玻璃期間加入硼呢種物質可以防爆，但係如果用天然嘅硼砂，入邊嘅鈉會令到玻璃非常之脆弱，
於是佢用硫酸去除硼砂中嘅鈉，將硼砂變成硼酸，結果一舉發明咗轟動世界嘅硼直酸鹽耐熱玻璃，亦即係我哋今日喺實驗室用緊嘅燒杯，同埋屋企廚房用緊嘅耐熱碗碟啦。到咗今時今日，手機螢幕、電腦顯示器同半導體晶片製造時都需要用到硼酸，因為硼酸性質溫和，又帶有弱酸性，用途變得極之廣泛。例如喺木材加工上，硼酸比硼砂更容易溶於溫水，可以深層滲透入木頭裏邊，達到強防腐同防蟲效果。甚至我哋喺節日睇到鮮綠色嘅煙花，都係因為入邊加入咗硼酸所產生嘅美麗焰色反應。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介紹硼砂嘅時候，曾經講過硼砂用喺食物防腐上。我必須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清楚，而家係嚴禁使用。點解呢？咁就要翻去1902年，當時美國嘅食品生產商都會用硼砂做防腐劑，於是農業部就有一位化學博士 Harvey Wiley 做咗一個有關於硼砂嘅實驗。實驗方法好簡單，就係每日請12位自願參加實驗嘅朋友食飯，而每餐入邊分別加入唔同份量嘅硼砂。結果唔使5個月，呢班人陸續出現劇烈嘔吐、腹瀉、胃痛，甚至體重急降。呢個實驗轟動全美，第一次向世界證實硼砂喺人體係會累積，兼且嚴重破壞內臟。到咗1950、60年代，喺香港同東南亞一帶，亦都有唔少商人喺牛丸、粽同埋油炸鬼加入硼砂，結果陸續有小朋友食咗之後急性腎衰竭，甚至斃命事件。根據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及毒物控制中心過往嘅臨床急性中毒記錄，成人只需要食5克，小朋友只需食1至2克嘅硼砂就已經可以致命。就係因為呢啲教訓，世界衛生組織喺1961年正式將硼砂同埋硼酸定性為累積性毒物。香港同世界各地隨即立法，徹底將硼砂同埋硼酸踢出食物界。硼砂同硼酸除咗可以滅蟻、滅曱甴都係一絕。除咗撈糖水之外，撈牛油、奶粉、花生醬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呢個方法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令到目標慢性中毒，慢慢喺身體累積，從而破壞身體。呢一個過程同騙案同出一轍。例如喺短時間內投資就有豐厚回報，又或者網上有陌生人對你噓寒問暖，繼而喺網上發生所謂超友誼關係。甚至揸住罐啤酒喺樓下街市吹水，都會有人無端端煲湯你飲。未中招之前，個個都識講噶啦，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但係中招之後，就好似食咗硼酸糖水一樣，最終都係風吹雞蛋殼。雖然係老土，但係都要同大家講多句：投資有道，便宜莫貪。今集就講到呢一度，多謝各位收睇。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